主后2024年3月初2，每日圣眼讲读经，分是前端的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士师记》20章第1节到48节。对安尼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但到别是巴，甲住伫基列的人，拢徛出来，团结一致，聚集伫米斯巴上主的面前。以色列全支族的领袖拢来徛伫上帝子民的会中。亚刀的步兵有40万人，便雅悯人有听见以色列人拢来伫米斯巴。以色列人问讲，甲阮讲，即个歹代志安怎发生的？迄个利未人就是受害死的妇人人的丈夫，应讲：我甲我的细姨到便雅悯的基比亚休眠。基比亚人起来攻击我，眠是包围我休眠的厝，上要害死我，因搁甲我的细姨强奸到死。我就将我的细姨切做一块一块，请人摕去以色列人徛起的所有地区，因为基比亚人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淫乱甲见笑事。恁所有的以色列人着参详做决定，所有的人民拢起来团结一致讲：阮无一个人会转去伊的布边，嘛无一个会倒去伊的厝。但阮对基比亚人要安尼处理，阮照抽会签去攻击因。阮要伫以色列众支族的中间，100人选10人，1000选100，10000选1000，甲军兵送粮食，互军兵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照基比亚人伫以色列人中所做可恶的事，甲因报复。对安尼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团结一致攻击迄个城。以色列所有的支族派人去便雅悯支族徛起的逐所在，讲：恁做的代志实在有够可恶。但恁要将基比亚遐个匪类交出来，阮要互因死，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扫除即个邪恶。毋过，便雅悯人毋肯听因的同胞以色列人的话。便雅悯人拢对因家己的城出来基比亚集合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便雅悯人对逐个城调集26000个亚刀的兵士，另外还有基比亚人调集700个精兵。全部的军队中间有700个特选的精兵，因惯势用倒手，逐个会用说献石精准，分毫不差。以色列逐支族便雅悯人以外所调集亚刀的战士，总共40万。以色列人就起来去伯特利求问上帝讲：阮中间倒一个支族着先去攻打便雅悯人？上主讲：犹大先去。以色列人透早起来，伫基比亚对面扎营。以色列人出来伫基比亚排阵，要甲便雅悯人交战。便雅悯人嘛对基比亚出来，迄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。以色列人去到上主的面前，天候到暗时，请问上主讲：阮减着搁进前甲阮的同胞便雅悯人交战。上主讲：着进前攻击。以色列人就提出勇气，
犹原伫头一日排阵的所在搁排阵。第二日，以色列人就进前去攻击便雅悯人。便雅悯人嘛伫迄日对基比亚出来迎战，搁杀死以色列人18000个亚倒的战士。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军兵，拢上去伯特利，坐伫上主的面前啼哭。迄日因禁食到日暗，搁伫上主的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迄时，上帝的约柜伫伯特利，阿伦的孙伊利亚撒的囝菲尼哈伫上主的面前服侍。以色列人请问上主讲：阮着搁去甲阮的同胞便雅悯人交战，还是着煞？上主讲：着去，明仔载我要将因交伫恁的手。以色列人就派兵伫基比亚的四围埋伏。第三日，以色列人搁去攻击便雅悯人，甲前2遍相款，伫基比亚排阵。便雅悯人出去迎战，受引诱离开城，引伫2条大路，一条通伯特利，一条通基比亚的野外。亲像前2遍，杀死以色列人约30个。便雅悯人讲，因为亲像以前安尼，互咱拍败。毋过以色列人讲，咱来走，引诱因离开城到大路。以色列人的主力军来巴力哈马重新排阵，以色列埋伏的兵士对基比亚的西边冲出来。全部的以色列人有1万个精兵，进前攻击基比亚，交战的势面真猛烈。毋过便雅悯人毋知灾祸到啦。上主互便雅悯人大输，迄日以色列人杀死25100个便雅悯亚倒的兵士。便雅悯人知因已经大输，以色列人撤退是因为因信任派伫基比亚四围埋伏的战士。埋伏的兵真紧冲入基比亚，用刀杀死全城的人。以色列人的主力军甲埋伏的兵有约定一个信号，看到城内庆火粉的时，因着活转身反攻。大胜便雅悯人有杀死大约30个以色列人，就讲，因为亲像以前安尼，互咱拍败。因跳对城内庆悬的时，便雅悯人回头看到全城的火粉拄天。以色列人搁活转身反攻，便雅悯人就惊甲硬去，因为知灾祸到啦。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活转身往旷野的路逃走。毋过以色列人对入因真晚，因就互主力军甲对逐个城出来的兵包围消灭。以色列人包围便雅悯人，对入因到基比亚的东边，一路甲因对杀。便雅悯人死18000个勇士，其他的人活转身往旷野逃走到临门岩。以色列人沿路杀死因5000人，对入因到基顿，搁杀死2000人。迄日便雅悯人拢总死25000个亚倒的战士。便雅悯人还剩600个战士，因逃走去旷野，伫临门岩密4个月。以色列人
搁活转攻击便雅悯人，用刀杀死城内的居民、精生，甲所有拄着的人，因搁一路放火烧附近的城。薰是争端的火。为着回应来自利未人的恐怖邀请函，以色列大支族拢组织做伙，要去攻击便雅悯支族的基比亚人。因行遍便雅悯境内，要求甲基比亚的匪类交出来。士师记20章13节记载，以色列大支族对便雅悯人讲：当恁着将基比亚遐个匪类交出来，我要互因死。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扫除即个邪恶。奇怪的是，因掠做家己组织起来，是要为着除去邪恶，实际上因要用暴力消灭同胞的行为，也是邪恶的。若是一切战争的发生，拢是出自迄个利未人的羞愤心态，伊对家己受到羞辱满腹怨恨，这个怨气搁较大过伊的细姨受侮辱到死。对伫细姨伫基比亚受侮辱的事件，伊冷漠忽略家己也是共犯，因为是伊的自私导致伊的细姨独自面对伤害。反观遐个互仇恨调进来的以色列大支族，因掠做家己是正义之师。以色列大支族毋只是攻击便雅悯人，甚至企图将因完全消灭。因毋但击杀军队，还甲所有的孩童和精生杀掉，也甲迄地区所有的城镇拢烧毁。以色列人互仇恨冲昏了头，连家己的同胞也赶尽杀绝。不论迄个利未人、便雅悯人，也是以色列大支族，拢以为家己做的是对的事。不过，盲目的仇恨并袂当除去邪恶，只是互报复的事件持续发生而已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。当纳粹部队壮大了后，开始破坏犹太人的商店，强迫因挂犹太人实体的羞辱字牌。仇恨进一步扩张，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送入去集中营和毒气室，无辜的人受痛苦折磨而死。将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，全因为希特勒一个人带头煽动全体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。一开始，仇恨干那存放伫一个人的心中，做是当仇恨对一个人传播出去，就慢慢渲染、蔓延、拖下开。当一个群体充满仇恨，只会对生命带来搁较侪的伤害，对伫建立搁较好的社会一丝仔也无帮助。仇恨若无受好好的处理，一旦放任仇恨继续散播，会造成搁较大的伤害。当人家己掠做是徛踮对的一边，搁用安尼做借口来伤害别人，简单会陷入互相伤害的循环。拄亲像去年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，造成双方死伤惨重，正是导因伫长期的仇恨对立。
只有人愿意真实面对破裂的关系，努力追求和睦，才会通脱离仇恨的循环。当个人也是群体受到他人伤害时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会当冷静落来，好好啊处理家己的情绪，要互心中的受气控制，免你讲出日后会懊悔的话，做出会后悔的事。也愿上帝使用咱诚侪和平使者，伫仇恨的所在带来和睦，搁致力伫促进和好的工作。默想，仇恨若无好好啊处理，会带来甚物款的影响？仇恨若无好好啊处理，会带来甚物款的影响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人民人的主，求你教导阮和平、和睦的功课，特别伫面对甲家己差异真大的人的时，会通学会晓欣赏对方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